神農爺爺，我返嚟啦！我想學多啲有關中醫藥嘅新知識啊！你返嚟啦！我哋開始今日記中醫藥知識小課堂啦。神農爺爺，天氣好熱，飲凍水最舒服啦。小龍，中醫嚟講，飲水唔係貪涼就得，係養生嘅關鍵。中醫話水主藏精，溫水可以潤五臟助代謝，養護脾胃元氣。日常養生最啱飲溫白開水，升平潤燥，老少皆宜。凍水會傷脾胃陽氣，飲得多會手腳凍，容易屙肚，氣血唔順。朝早空腹飲溫水，潤腸排毒，唔好等頸渴先飲水。原來飲水都有咁多學問，以後我都飲溫水，好好養生。簡單飲水，藏住最珍貴嘅中醫養生智慧。